希望 Maker 不是只有个人的兴趣，如果你愿意创业的话，我们可以协助你把它商品化。那我们今年也加入了2家加速器哈。如果你的商品需要成立公司，加速器也可以帮你把它长大，推向市场啊，做一些商业化。所以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 AI Nova 的基地的相关课程哈。我们的基地不只有课程，然后有很高端的设备等等哦。在未来哈，我们希望所有的人，我们这个舞台提供给所有的人。让你的梦想可以做最大的发挥。南科是希望是大家逐梦的舞台。Maker Festival 2019暨南科 AI Nova 制造基地成果展正式启动 ，Maker 创事业启动创意新经济，请贵宾展露您的微笑，让。帮你投10块，你们2个各拉1次。下一个问题。